又是一場以春天為主題的紅毯，向佐這是穿上了熱氣球。這次無論髮型還是衣服，都看起來不這麼搞怪了，黃黃綠綠青青藍藍的，顯得很可愛。與主持人擦肩而過時，他也不給主持人打招呼，自顧自的跳着舞，像花蝴蝶一樣走過去了。而夢玲應該是本場最大膽的女星吧，長長的連衣裙只能蓋住肚臍以下部分，連衣裙的使用價值完全沒有。小小的抹胸增加了衣服整體的通透度，若米灰色也不再顯得老氣，頭上的一朵米色花朵印染出春天的氣息。毛曉彤把自己打扮的像個春天的禮物，不僅顏色選擇了玫粉色，而且還是綢緞面料，無論打開禮物還是繫上絲帶，都好絲滑。不過別說，玫粉色真的很適合她，再搭配上亮晶晶的銀色定住，看起來嬌嫩勁了。何賽飛這是穿着粵劇的演出服就出場了嗎？隨便一甩袖，誰家的大家小姐，太適合春暖花開的季節去搭春了。全場的女明星數她穿的顏色最清淺，淺藍色上還繡着些圖案，與金色的耳釘遙相呼應。當年輕的女明星們都穿着桃花粉、迎春黃、嫩葉綠時，曾黎一襲白衣緩緩登場，像是水中的白天鵝。就是頭頂上的這個超大號中國結，有點小突兀，瞬間打破了白色連衣裙所帶來的柔美感。雖然還是中國元素十足，但是有點個性了。宣兒好甜嗎？是把桃花穿在身上嗎？淡淡的粉色很適合她娃娃臉甜美的氣質，裙子下擺處的不規則節奏，在她步行時輕輕波動，像是春日裏被風吹起的花瓣。何超蓮不愧是豪門千金，全果出場，完全不用笠造型。陽光照到她的時候，她鬆弛的直接放棄了表情管理，臭臉的表情完全是豪門真千金。當女明星們都穿着清爽的禮服，露肩、露腰、露腿時，33歲的何超蓮裹得嚴嚴實實，依舊是土黃色的套裝，腰部的突然收腰，讓禮服看起來版型勁好。硬挺的面料中帶着些許女人味，與捲曲的劉海正好匹配。歐陽太太長得與歐陽娜娜真像，只不過比她更嫩一點。小女孩的氣質更濃一些，穿搭也偏向小女孩，短短的小裙子顯得活潑又開朗。沒想到鍾麗緹帶着兩個女兒來走紅毯，這種看到女兒就想起媽媽年輕時的樣子，創意還真是挺不錯的。鍾麗緹與女兒們都是用土黃色搭配一點點的黃色作為提亮，像是在土壤中緩緩展開的迎新會一樣，充滿希望。黃真夢與電視劇《我的後半生》中知性的造型完全不同，濃郁的妝容、大背頭、深棕色的大一片禮服裙，連口紅都是土色，顯得她氣場全開，可以去嫁逼演女霸主了。張鈞甯有點意思，把小花朵直接別在了大腿上，這樣就不會顯得裙子短不穩重了，反而很有活潑俏皮的氣質。只是不太明白後背的這兩片黃色簾子是做什麼用的，能擋住腿冷嗎？黃玫瑰劉亦菲，沒想到這次變成藍玫瑰了。為了避免與其他女明星撞衫，她沒有選擇暖色系或粉色，加入了一點點灰色的藍，讓顏色看上去不是那麼的清脆，反而很溫軟，像遠處的山巒一樣，遙不可攀又很親切。禮服的不對稱設計上面印着的是梨花還是梅花，不管了，總之很高貴。38歲的劉亦菲，表情管理始終在線，女明星的專業度被她拿捏的穩穩的，笑語不少，任何角度都好看，誰秒了誰還真是不好說呢。這次紅毯真的給了她十足的牌面，
不僅說劉亦菲攜手眾明星，而且連送的杯子上都印上了她主演的《黃玫瑰》。覺得這場紅毯怎麼樣呢？誰的穿搭給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？竇驍是完全場在了何超蓮的擇偶審美標準上的。何超蓮首度攜弟弟上了一檔真人秀節目，這也是雙胞胎弟弟何猷啟第一次上真人秀節目，同樣都是一個爸爸生的。何猷啟看起來似乎更加的外向靦腆，沒有何猷君那樣的開朗自信。在婚姻方面，何猷啟也沒有何猷君那樣的幸福美滿。相比雙胞胎弟弟，何超蓮明顯就開朗自信很多。從小他也是弟弟的引領者，經常會帶着弟弟幹一些壞事。一晃眼，何超蓮都已經和竇驍結婚2年了。在這2年中，何超蓮和竇驍似乎都是最少離多的婚姻相處模式。就連春節，何超蓮也並沒有回婆家和公婆一起度過，而是選擇回娘家和母親三太一起度過。很多人都很好奇何超蓮和竇驍的這一段男弱女強的婚姻，如今到底如何？畢竟在這2年嚟，不知道是二人低調還是其他原因，兩個人都很少被拍到同框的畫面。何超蓮：我是一個非常戀愛腦的女生，但是我的戀愛腦是有時間性的。前期的時候，我會非常的戀愛腦，到了後期，我就會突然醒悟，恢復到正常的狀態。結婚2年，何超蓮第一次隱晦的在節目中談及了和竇驍的婚姻。醒悟這個時，多少有點耐人尋味的既視感，是不是可以解讀為何超蓮和竇驍前期都是戀愛腦，如今已經醒悟，恢復到正常的狀態？所謂正常的狀態，就是沒有了濾鏡。何超蓮婚後就不再戀愛腦，而是專注於自己的事業。在過去1年裡，何超蓮的確忙於事業，她還和此莎一起合作拍了電影。為了拍好這個角色，何超蓮還親自體驗牛雜妹的生活。她雖然不是科班出身，卻很想要把戲演好。從電影、金融、商人，何超蓮都一一涉獵了，代入我們普通人的視角。明明都已經那麼有錢了，為什麼還要涉獵那麼多不同的領域，還要那麼辛苦去拍戲呢？多少女藝人想要嫁入豪門，不想辛苦去拍戲，何超蓮卻偏偏要沒苦硬食呢？做一個安安靜靜享受生活的美女子，不好嗎？何超蓮目前已經34歲了，再過1年就已經到了高齡產婦的邊界線了。何超蓮：我未來1年會把重心都放在慈善和非遺等方面。何超蓮完全沒有把生子計劃列入自己的未來1年的計劃中，那麼也就意味着明年35歲的何超蓮並沒有想要懷孕生子。哪怕她有一絲的懷孕生子的計劃，她都會說未來1年會把重心放在家庭中。到了35歲，何超蓮就已經結婚3年了，依然沒有生子的計劃。代入婆家的視角，這樣的兒媳婦顯然不夠稱職的。竇驍比何超蓮大3歲，都已經快要40歲了。竇驍的父母肯定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早生貴子的，奈何公婆也沒有話語權。女強男弱的婚姻，男人是會在家庭中被邊緣化或缺乏話語權。竇驍是家裡的獨生子，而妻子過年節都在娘家過，只能說婚姻是需要去妥協的，而妥協的這個人自然是男方。在這一段婚姻中，何超蓮絕對是居於高位的，無論從顏值、金錢、收入和家世而言，何超蓮都優於竇驍。如何去平衡權力，確保雙方都能在家庭決策中發揮作用，將會是他們的婚姻中需要去解決的問題。任何事情都是有代價的。最後用那句問結尾：欲戴其冠必承其重，欲握玫瑰必承其痛。